电锅脏了，电锅这垃圾要安怎？有一个撇布，甲你教，用醋，倒落去，浸一下啊，莫煮哦。 用保温，哦，你若要煮的时阵，一时啊就好，袂当煮甲干的，煮甲干就阁无效行。安尼，咱下面再来看。好，谜底揭晓。嗨，这么简单。 真简单，就弄起来，你看。好，那个水倒掉，啊，佫无够清气的所在，佫浸，吼，安就好啊。OK。 Costco 咧卖遮大包，介俗。另外一项，像这垃圾，要安怎？同款，用苏打粉，吼，咱甲抹咧，互伊去加。 苏打粉回去加，打就好啊。好，那这样呢，好，同款，咱下面再来用，苏打粉袂使。好，差不多5分钟尔吼，咱甲看，这条咧，这个。 来，用一个，安尼起来，安尼起来，好，恁来录一个。顺线录播啊，放些咧七灶台，安尼用起来，来，金色色，色色金，真清气啊吼，拢无油垢伫遐。 小可七落打，你着咱看真正清气，顶挂，电锅挂，来，同款电锅的外口。 安尼洗了，金色色哦。同款，地瓜煮了后倒出来，地带起来，拢无需要去甲卤 ，OK？ 金。这次好一点点吗？好吧，就这次了。哎呀，伤金啦！来，安尼。
内底真清气。